你看外景节目啊，有无人个演的物件讲安尼，哎哟，安尼抱咧喙咧安怎，你有法度安尼演一个？我甲你讲，即个物件食落去了后啊，你会感觉吼，即个物件，你的籽会当，是不是？你的籽吼会当就太难了啦！你上吧，食物件恁兜好，恁兜真规矩的。有一摆啊，我去平湖，暗时的时阵钓迄烧羹啊，哎呀，啊钓，伫船顶对无？钓伫船仔顶，暗时食落的时阵，哦，迄口感安尼，迄烧羹安尼扬起了后，你感觉你家己伫咧海底安尼介游水的感觉有无？哦，安尼足清凉的，足好食的。纯病去啦，食到今仔伫海底啊！背山，背水，背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龚恰恰。大家为你好啊！每一天精神，大家拢真快活。感谢。感谢咱全世界华人来收看咱上较有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上界精彩节目《画山画水画玲珑》，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大家好主编彭佳佳，直接来给大家请安问好，感谢大家。人除了爱拍拼以外呢，这心命爱来给咱保庇哈。哎呀，是啦，敬祝有拜有保庇。咱逐集一定爱拜，大家拢平安起来咯。今年的这个正月初五，小弟我本人有前往这个石亭，哎呦，石亭这个五路财神庙啦。哎呦，哎，财神来降价，哎呦，借问这个咱来食好神，请问真好神。伊财神行来到我面头，说：“这正经我毋是胡白讲的。”哎呦，也是一剑，一剑画了后，胃的脂肪流落，哇，啊，直接落血啊！嘿，点点的胃塌下去啊，再甲点一点，再个点一点，再个点一点，讲我今年会趁3亿个。安尼就3亿啦，哇，下晡个点3点就听3栋嘛，三当是错，变成叫做啥？哎，那有气质的节目呢，讲跋筊的代志。是啦，现场要来介绍咱的台语文专家，欢迎邓安祖老师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家人来此献行踪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老师讲的重点啦吼，家人在此啦吼，哎呀，来此献行踪，在此，来处啦，所以今仔你看查甫的呢，查甫的面相加真好看。哎，做欢喜的我，精神足好的，足久无精神才好。反正你结婚啊，哎，无紧，做朋友嘛是会使。哎，两位姑娘啊，请了。吼，大家好，凤哥好，我是王湘莹啦。啊，我吼真罕慢讲话，但是我是真实在啦，谢谢大家。你是林义珍哦。我台语，因为我是外西人，所以我台语讲甲唔是真好，嘿。外省，外省人，倒一省？荷兰。湖南啊，错一条，湖南，看你做优秀的，讲话才错掉。湖南啊，湖南，湖南，所以我有一个乡啊。一个湖南，一个河南就无共款的。所以我是湖南。你不是湖南啊？湖南。湖南。恁老爸老母拢无讲台语。阮妈妈讲台语，但是她对我们都讲台湾国语，都没有讲台语。我无法度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。就是阮妈妈会晓讲台语，啊，毋过伊拢教阮讲台湾国语，袂讲台语，知无？我嘛是还阁无清楚。
会使解说做讲应啥？该是讲因妈妈本来是讲台语对的，哦啊，不过含囡仔吼，就变成台湾的国语啊。迄哦，国语有台湾腔啊，就变台湾国语啊，就叫做台湾国语。对妈妈为着要甲囡仔尽量要用华语来讲，来对变做台湾国语迄种。对，所以恁妈妈是本省人吧？啊，们那讲台湾国语，应该是。是吧？是妈妈是庸路哦。恁妈妈是涌入，嗯，互人饲的对对对啦。台南。有影？台南人安平的人吗？诶所以恁老爸是荷兰人。老爸是荷兰人啊。真的假？对啊，我有朋友呢。我爸是湖南，不是。好了，喂，你不是讲湖南？荷兰哦，太难了啦。今麦碰个讲历史啊，太难了，不是。哦，我是讲恁老爸是迄个军医咧。不是。啊，伊是荷兰啊，我是瓦军医。新人啊，瓦新人啊。好，我你麻烦啊哦。我错赛啊。你要做功课哦。哎，来学习。伊讲错赛就足紧的。我错赛啊。诶，小囡仔学这个足紧的，学了话就足紧的。啊，什么靠背啊，什么东西。哎，是歹话哦。哦，迄考比迄毋是歹话哦，迄大家都误会哦。对，迄是。嘿，因为我老师研究过咧，老师教一个考比迄个。这是较粗俗啊，教部的书顶嘛是安尼写啦吼。是安尼哦。毋过我甲碰哥，阮是另外一种思考吼。是。来。王生的老爸叫先考，啊，王生的老母咧，比。嘿，哦，所以这算大家帮做参考啦。啊，头有讲到台湾国语吼，台湾国语特色有屋、去屋、没屋、家屋，就讲我是谁，变成偶数谁，有屋就去屋嘛。啊那你是谁？没有屋对不对？啊，个加个屋，你属谁？哦，所以有屋加有屋去屋，没屋加屋，帮参考啦。嘿，这个学一步啊。以后来要搬伊的人要学就有屋去屋，没屋加屋，你台湾国语的特懂，搬伊就拢袂歹，学着对不对？袂信袂你都学着一项啊。哦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着你，第一次我介绍就请了。大家好，碰过好，我的名叫做夏雨心。我感觉我的台语阁袂歹，因为我是台南安平。而且进前我有主持过台语的外景。台语外景对一个节目。青春好佚佗。啊！有，你咧过来台主持人嘛？对。所以我感觉我的台语应该算是袂歹。最近阁有主持无？还是搬？进前主持迄个跨年，台中的跨年。跨年无人讲过台语。我唔知要安怎讲跨年。跨年。下过去，无人安尼讲啦，下年。你讲下年嘛，感觉怪怪。跨年晚会咧。是啊，这是现代词啦。现代词。较早无人咧讲这个。你讲下年的怪怪，咱跨过去是下过。下过。嘿啊。我一下嘛歹写。有下过这字哦。下过。有啊，你。哦，有哦。柯北德诶，老师柯北德。哎呀，我这次有记无老师连毛笔字。你知我的礼拜啦吼，啊礼拜咱就较少练的吼。哇！哈贵，是这字哦。对啊。个头是下过的。下过。叫好势吼，因为你主持过外景节目嘛，所以你拄啊向讲你台语足厉害，好来我先请教者，咱若要讲台语讲好食，有偌济讲法？好食。啊，有做济啊？有吗？就足好食的啊。啊对啊，足好食。对啊，介好食，真好食，真好食，超好食，有够好食，有够好食，夭寿好食，对啊，好食甲会得志，好食甲会气死人，好食甲会要赢死。要赢死。系啊。这句话嘛，真气哦。老师，恁咧讲个上介好食要用什么词啊？你头有讲用过啊？有吗？夭寿好食。夭寿是咱台语比教内底算上好食，上头足好食，真好食，袂歹食。哦，夭寿好食，你看迄口气就出来啊。超好食。超好食，这名叫超好食。也是咧讲吼，啊，比如讲你，咱看外景节目啊，有无咱个演的物件讲安尼，哎哟，安尼步咧喙咧安怎，你有法度安尼演一个无？
我甲你讲，即个物件食落去了后啊，你会感觉吼，即个物件，你的籽会当是不是？也当肌肉会怕干。舌头，你的籽吼会当就啊，太难了啦！也当会当感觉即个物件吼，一点仔扬伫你的籽顶悬啊，上头啊，一开始你会当感觉伊是甜的，你吞落去了后啊，你会感觉伊小可苦了后，伊佫会迄落回甘，嘿对，回甘，回甘嘛，回甘嘛，不是回甘哦，有咱是我片。回甘，你啊食了这物件食落去了后，你的身体会变甲足好的，你的气血会足好的。你拄安尼讲，阮大家就有迄个画面走出来。哦，敢若硬伫个遐安尼好，个哎，我讲迄阮母啊，迄个红肉吼，过年时迄红肉，迄红肉叫三层，有是烟皮啊，是烟肥的，是烟正的。哇，伊安尼控用迄个芹菜啊，佮用迄葱啊、规枝安尼控，豆油安尼淋落去安尼，安尼看安尼咪安尼油安尼顶悬铺一层油，你迄肉安尼硬个。啊娘喂，迄食安尼滴，安尼油呲者，安尼放咧白饭内底，呲者留咧饭内底，哎呦，一块肉食三碗饭，有感觉无？有感觉无？凤哥，你卖水你卖豆油的，我画面厉害。不，啊你我就讲一个，比如讲。食着啥物件呢？好食的感觉，我你讲。我想着阮爸爸的手艺啦，因为阮兜就是咧炒鳝鱼的嘛。对。哦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形容什么鳝鱼的口感是安怎？食。迄鳝鱼就是爱大火落去炒，鼎一定要烧，油一定要热。对。鳝鱼，你拢还袂讲到鳝鱼，跟你讲到鼎。鳝鱼捡回了后，就大火落去炒，炒起来了后，差不多短啊5秒钟，炒起来了后。迄加落哦，迄脆你知无？鳝鱼毋是冷的啊，鳝鱼是脆啊，顶头佫有小可迄个焦香味，要安怎讲啊？迄个焦臭灰搭，臭灰搭，臭灰粉会香味。哎呦，系啊，我你讲那都无想要食。足好食啊！林刚我请你吼，我唔敢食。哎呦，按我你讲，你安怎讲？哦，好难哦，吼。无啊，恁母也嘛有煮菜。阮母是咧卖鸡排。哎呦，嘿，恁母也是喏喏。是喏喏啦，鸡排。阮兜卖鸡排已经卖20几年啊。安尼，就是。我有食过，有影。食过。做学习的时阵，我住伫遐附近。对位啊，阮兜伫咧对位啊。对位啊，嘿。碰到即马卖鸡排拢好价人啊！迄选举的时阵哦，迄动不动就拢讲上条我就2万地落请咧。趁袂少。即讲好价。无呢。好啊，恁兜的鸡排偌好食，你讲下。阮兜的鸡排阮兜的鸡排是咧卖鸡排啊。卖鸡排的鸡排，因兜的鸡排伫咧巷仔口就闻到味啊。对，安尼就会想要去买。对。啊，口感。口感就是足脆的，很脆，足酥的，足酥的，嘿，足酥的。迄是外口烟皮尔嘛。足酥嘿。啊内底。内底就是有经过749天的浓缩再浓缩，提炼再提炼。有试过。好难哦，太难了。你黑白要求好食。内面迄个肉汁吼，你外口虽然讲皮安尼小可脆脆，但你加内底是软的，迄个肉汁安尼丝啊慢慢流出来，迄鸡汁的原味拢伫内底走袂去，因为伊缩伫个肉内底，所以你食着外口脆脆了，马上一个鸡的香气就走出来。迄是阮兜鸡排特色，你若无食就少无菜。有要请我去做恁兜的迄落代言人无？好啊。对啦，阮家一喙鸡就咧摕啊啦。可以吗？好啊，来讲啊。无钱哦。无钱免讲。来，雅你上吧。食物件，恁兜好，恁兜种果子的。现在讲一下果子的口感，好听看觅。果子我会用讲别项无？这实在知你，伊食对你来讲就简单。卖安尼啦。有一摆啊，我去平湖，嘿暗时的时阵钓迄小竿啊，
哎呀，啊对，你昨晚定对不？对对，你对暗对时12点。哎呦，很切掉。嘿，现切的沙西米，安尼食落的时阵，哦，迄口感安尼，迄烧羹安尼扬起了后，你感觉你家己伫咧海底安尼介收水的感觉有无？哦，安尼足清凉的，足好食的。就刚刚在海底啊，一边吃一个海鹰拍来，啊，拢来，全拢变你会感觉到迄烧羹的一生啦吼，伫咧细汉的时阵，甲迄大汉的时阵，吼你吊起来，迄当时啊，伊要你的喙的，迄时阵伊有紧张啦，毋过伊愿意。伊愿意互你食落啦，哎啦，自愿的啦，伊自愿我的。食伊用感觉。其实拢半暝啊，对不？对，报名啊。那不是啊，啊，迄个你钓小竿啊，迄是唔免用什么，其他一个一个物件你就开开啊，你啊开电火，开电火啊开电火对。开一点会。啊，搁关开。我有去钓过你，真的好食无？足好食。足好食的。我搁有食过一种足大足长的，叫做泡羹，足大只。我家己买转去，就安尼清水安尼，落滚了后，就甲伊放落，好起来，好起来。放伫咧冰水内底。哦，安尼随只。安尼弄。啊，你有问什么？好食，啥物拢无问，唔免问。真正免问，真正免问。哦，那青。你会感觉你伫天顶。只我伫海底，即摆伫天顶。对。哦，所以你有食福吼。嘿，我就爱食烧有人羹看就知啦啊，我就爱食嘿迄啥软竹类。无我唔知这台语无骨头的无无骨头骨头的嘿。无骨头的。了解，迄个无血无白晒迄种。飞机踢过鱿鱼小羹啊，无血无白晒。身躯当中哦有真济两字是共字，但是读法无共款。就是第一字也好，第三字也好，还是讲第二个甲第三，还第三个第四个共字哦，但是读法无共款哦，。这真正足难，这台语要有一个程度较会使。这真正小难。来，为你看萧然，要求。小困难。来，我说两字一样的成语啊，我讲心心相印，心心相印，两字一样的成语，我讲相相对对，相相对对。好厉害呀！来，两字一样的成语，我讲七炸八炸。七炸八炸两炸对。哎，两字一样的成语，我讲无代无志。无代无志，而两字一样的成语。我讲无依无我。哎呦，可怜的无依无哇，而两字一样的成语。我讲，我还有。重情重义重昏迷，重昏迷变啦。重情重义啦。你是听有哦？我好像唔听无哦，我单纯的，听拢无。一听就知你伫咧假啊！来，而两字一样的成语啊，哎，我讲来来去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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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去去。我说两字一样的成语。我讲老神在在，哎，是哦，老神在在，在，你这两字发音就无共款了，对吧？音就无在，不是别使老神在在哦。老神在在，老神在在是老神这里啊在在，老神在在。 F4嘛，老神在在。我说了两字的成语啊。我说，我讲老会老底。哦，可怜哦，老会老。我们怕个老会老弟啊！哎，好厉害了！我说两字一样的成语啊。我讲行来行去。你特别出代志啊，连你都无到啊，哪来？我两字一样的成语。我讲大主大意。大猪大意是的。我说两字一样的成语。我讲三面三日，袂当唱啦吼，袂当唱。我当然叫你讲。啊无四面四日的。就无这款哪有信息？这无算成语，这不算，这不算。我说两字一样的成语啊。我讲假鬼假怪啦。假鬼假怪。而两字一样的成语。我讲老神在在，哎，我考你。出丑一。我讲神神秘秘。
新新必比，新新必比，通了哈。咱较这讲了，咕咕闭闭，咕咕必比，新新闭闭，较的水这讲嘿。咕咕闭闭。我说两字一样的成我语，讲欢欢喜喜，欢欢喜，欢欢喜。来，两字一样的成语，我讲下西下井，下集厉害厉害，哎，胖哥，会使吧？足奇怪，伊是一个水姑娘啊，毋过伊讲的词哦，像头老火老弟，啊，即马下西下井，这话甲伊的人哪斗会起来安尼？你来了，安娜，我看着啊哈，那下西下井，你下者好不好？哈，真正会晓下。下，你讲欧北回来不？下死！这敢若是一个饮料的牌子呢。下西下井，那听起来啊怪怪的。你夏天嘛怪怪呢？看来好跟他做欢喜的呢。哎，这是你这是别他报出嘛？哎，你读到底是想啥？无下西下井，我叫唤的啊！你莫我白想啊！你真正就垃圾的你。老师，我这无嘛，下西下井。哎，这我意想拢无，伊到底是安那想来吼？来啊，就这字下回哇下回啊一世人下西啊下讲我意思嘛哎对，你哦，你正人面头前闹鬼，下西下井，下西下井，嘿，会晓无？我知啊，搿这是啥对不对？下西下我知啊，OK 啊，好，感谢。下西听你会，哎，其实下西下井就是讲哦，伫咧正人面头前啊闹鬼啊无代志啊，下回种感就是闹鬼步进展的意思啊。吼对啊，你讲啥嘛？对，下西下井嘛。两字一样的成语，我讲欢喜欢斗，欢喜欢欢乐，两字一样的成语，我讲咕咕汤汤，什么我讲咕咕汤汤啊，咕汤啊，咕汤一下，咕汤汤，咕咕汤汤汤，你对一个国家来，我那没听。咕汤咕咕汤汤就是什么意思？咕汤汤，咕摸咕汤，的意思啊。我嘛捌听过。有这词语吗，老师？咕咕摸摸我，你 post 播你唔捌听过，我嘛唔捌听过。老师讲古摸，咱应该听古古摸摸啊，可能是恁迄口位啊咧用的啦。你口一样。你对是真的啊？南投的啊，啊，恁遐才有年啊？这条啊，唱歌你冇听过吼？这跟拍字幕是要哪拍？阿知，汤汤，我不要下，汤汤，我刚才要讲我不要下。这条咱保留啦吼，那咱的观众朋友我问啦，敲电话阮，若是写批了，伊讲咕咕汤汤，讲这我唔知影，那知的朋友再写批来吼。来，我说一样的成语。还有还有当然。我讲吗？无我讲，无我讲。啊，前面要怎么？无味无力，无米无力，无咪无你做拍拼的。我说两字一样的成语，我讲看头看面，伊也拢怪怪。我讲伊的用词，老会老弟，下西下井，看头看面呐，看头看面，是哦。我说两字一样的成语，我讲靠背靠步，想袂到啊！看到前面有写靠背，用传判伊啊，传判伊。无啦，下碰个语音直接看头前的提示啊。我的反应不要紧了。我说两字一样的成语啊，太难了。我讲喙笑目笑，吹叫吧，两字一样的成语。轰轰呜呜，轰轰呜呜，轰轰呜，会使哦，轰轰呜呜，我对代志真这意思。好难哦。我说两字一样的成语。我讲大慈大悲，大粗大鸡，大慈大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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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安尼都爱读大慈大悲。大慈大悲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哈啦哈啦，猪大鱼，两字一样的成语啊。我感觉会要继续啊，我想得出来，真的，真正是已经讲要下西下井了，但你袂歹呢，我感觉你真正袂歹真正有天分。是吗？好，我数落去来，哎呦，俗语讲了好。大
健康诊所，即天呢来了有够侪病人的，咱来甲伊看落去，医生呢有发现什么病症的人哦。哟呼！啊，今仔真正是有够用的啦，拢无啥物病人，袂歹袂歹，等下就当下班啦。好，赞。你饭哦会当有白食，话袂当有白讲啊。尤其哦是讲阮这行的，等下哦病人就你讲了后，病人就来啊啦。干嘛呢？是啊，我无相信哦。袂当有白讲啊。你看，真正来你啊！看，小动的啦，我是叫医生甲你医疗。哎呦！我巴肚真痛呀！哎呀，巴肚痛，我巴肚痛，你讲到头哦，你筋骨咧痛啦。我巴肚痛。好啊啦！好舒服呀！你请医生来甲阮囝看一下啦。你小等一下哈。你看啦，伊安尼，巴肚痛。唔知讲到头还是巴肚痛。你莫烦恼啦，阮的团队哦嘿，就专业的，专业嘿，所以哦你讲，较紧的团队互你的囝治疗好的，治疗好好你莫治疗好无代志啦吼。哎，拍摄等下哦，医生来啊，医生来啦！医生安尼，我巴肚甲你痛。医生啊，阮囝吼巴肚咧无舒哦，快啦。你，安尼慢点当吼，你过来听看卖哈哎。呀，你甲伊看一下啦。啊，哎呀，无代志吧？应该毋是食的问题啦。哎呦，护士小姐，啊，恁这个医生敢会信道理？哦，看起来扑隆讲呢。哎，你妈咧，袂讲阮医生哦，足专业的，伊啥物病拢会当甲伊治疗。啊，真的吗？而且哦嘿，阮是本科毕业，啊，伊是护理系，啊，我是护理科的，嘿，所以你放心啦。护理系啦，护理师，你安尼病人敢来哟啦，护理可以。我不爱死，我不爱死。不是，这位太太，歹势，我咧护士哦，拄啊毕业尔吼，有话较袂晓讲，你莫烦恼吼。嘿好啦，是讲医生啊。啊，阮囝即摆是啥物状况啦？是患啥物病？啊，咁严重？爱开刀无？爱死去无？对，袂真袂，你放心，恁后生身体真健康，伊也无啥物要紧哦。你问题出伫倒位点呾？你食了伤好，食了伤油。你看恁兜伙食一定办了最好的嘛。真正是。对，你这规个报道内底会听无声呢？内底足侪完的啦。啊，那叫你莫食，拢留互妈妈食就好啊！你一直食，一直食你。我是歹势讲内底全大便。哦，这个晒啦，都晒。拢是晒啦。较文雅咧，讲大便。哦，大便啊，哦，这真简单啦，等于迄个水果啦，吼，爱青菜加食寡，哦，水加啉咧。敢毋免食药啊？哎来，你摕迄下药啊，我开一下互伊安尼吼，等于食就无代志啊啦，哈。来，这吼是我的药啊，这落屎药啊，一天吼食130粒。一天要食130粒，一天食130伊是粒，安讲啊袂啊，食130粒。一天食130粒，干来放药啊就好啊。伊意思是讲食嘿， 130粒，哦，食130粒。串一条啊！啦。照3顿食100食3粒那吼。医生多谢啊，多谢。好啦，来，我来等啦吼。好。哎呀，恁两个嘛较差不多咧，讲话嘛呢，黑白讲要甲病人惊死笑啦。我会注意啦，歹势。歹势啦。哎呦，医生啊，救人哦！哦，阮水某的讲安尼，透早起来我头昏目暗安尼，哎呦，啊，我一直喘，我一直喘呐。哦，我像血压起悬啊啦。哦，有安怎无？哇，你那突然间安尼啦，会安尼穿的。对啊，足紧张的哦。什么镜头你毋得帮我看一我下？都看起你都安尼散啊尔，你哪你会也袂穿关系安怎样啊？有要紧无呀，阮啦翁？足紧张的啦，啊，昨暗搁好，啊，今日就安尼。大概起床哦，我拢会足血压足悬的，啊，我就想讲是毋是有啥物代志无，应该无啥物代志啦吼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怪怪呢，有啥物镜头啊？哈，我感觉有一点仔歹势，
安尼哦，安尼无要紧，安尼无恁先生你先出去外口者，我迄个。安尼呢？好啦，水某的，啊无你外口等啊，什么代志？医生我去啦，莫烦恼，莫紧张啦。等者等者，吼，免惊，无。医生我你讲，我你讲。什么歹讲的秘密的？哦，是安尼哦。哦，好啦。有什么要紧无？有什么要紧无？要。食药啊就好。偌济钱开拢无要紧，嘿，我有的是钱，只要甲阮某治疗好就好，嘿。你有安怎无？我无你毋着讲一个，伊甲你讲什么话？好啦，你讲话。你莫甲医生为难。你是安尼啦，我即摆有淡薄仔喘，大概伫暗时的时阵，翁的我甲你讲，你莫安尼一直甲我人，你就一直也甲我人，我人到我即摆血压拢安尼起悬起来，拄逐工透早吼，我就感觉我像迄心脏安尼蹦出来啊！我就叫你莫甲我人，你就一直甲我人，害你搁紧张带我来看医生，我们歹势你讲啦。无爱就是爱，所以我甲一直甲你人。哦，恁这翁仔某，你嘛较拜托，恁两个房间仔底的代志，你安尼不到卫生馆来，你你以后较温柔的。安尼。安尼啦，习惯经营哦，这无聊的厝内面的代志，你甲什么咧会咧穿的，你甲人，你甲穿的，伊甲人甲穿的，你在这讲浪费资源嘛？你这款的代志，你这真正就是吸到就西宫蚂蚁。第二句小句，吃了。侯医生啊，你帮我看一下啦。哎呦，安尼我歹势啦，我歹势啦。歹势啥啦？你有啥物代志？你甲医安尼生讲。无紧，你这位，你请外口。嘿啦，我，伊可能输啦。好啦，你莫烦恼，莫紧张吼。医生。啊？哦。是安怎？医生，我甲你讲，偌济钱拢不要紧，只要会使甲阮水某医药好，偌济钱拢无要紧，吼。你有啥物？啥物病情你毋爱讲？好啦，你莫紧张啦，安尼甲医生为难啦。我讲啦，伫暗时的时阵，我叫你莫安尼甲我一直人，你就一直甲我人，甲你人来人去。你毋是讲无爱就是骂？害我安尼像迄噗，心中像要噗出来啊！安尼歹势啦，讲出来是毋是就歹势？我连较温柔的。哦，恁即个翁仔某连麦较差不多，恁房间仔底的代志，恁家己处理就好势啊，无代无志啊，这关键是无得甲医生管来，你这浪费医疗资源呐，你这真正是吼杀济唔在家。拍破过来。足难的呢。足难的，这是听无？这对翁仔某其实是无啥物代志，就是人因厝内面啊，一寡有啊就紧张啊，那欢喜啊，就因翁亲紧张，就来找医生，浪费着医疗资源。第一句叫做吸到着西宫蚂蚁，第二句叫做杀济唔在家。认为讲拄我这款的情形，第一句会请举手。固定的学员拢讲这句。这句叫做为什么？吸到就是懵掉还是？拢叫西公来做法，叫马叫伊啊！对啦，无代志人来处理啦。好，我是安尼了解。恁两个一定经迄个杀济唔知在家，杀是啥？你敢知？杀无？杀无会杀，杀无？唔在家。因为我感觉应该是互影响，因为足侪人多嘴杂，杀济，大家讲的，恁都唔知影要去加，所以应该是安尼吧。所以讲伊会互影响，其实嘛无啥物代志啊，人讲的伊就我来看医生好啊。你这个意思吗？我毋是呢，我是感觉安尼练起来较顺。你是感觉你唔系较顺呀？所以你们唔知答案是啥物无关的。好来，老师来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头啊一寡语音吼，大家帮做参考啦。头讲食了伤好，食了伤油，迄料拢是假的。咱台应该是食伤济，食伤好，食伤油，迄料就卖。
吼，迄家吼。啊，第一句是讲吸到西宫马姨，就讲拄着代志上头爱讲啊，吸一个着，哇，大代志啊！连咪去请西宫，连咪请先生嘛，哦，连咪请红姨来作法，变做无啥物代志，结果不过足大，小弟大作迄种意思啦。哦，啊，另外第二句是讲杀济唔在家，杀就是杀母，杀母会讲迄个杀母，啊，有时甚至嘛人讲杀母，迄变啊合声合顿，其实拢会使。啊，只管啊，领导可能环境较垃圾，杀母较济，啊，定甲你教。拄啊开始哦，教你可能感觉会上会疼，因为伊会输你的花啊。毋过甲领导伤过垃圾，杀母伤济吼，教久啊。就无就惯势啊，就袂讲安想，所以变哦，杀济就唔在家，所以咱嚟讲吼，杀济袂上，啊济就袂伤，欠伤济钱吼就袂去想啊，因为欠足济啊，所以变做互大家种参考。所以来讲，这并没无啥物代志，甲人的就咧看先生真正浪费医疗资源，所以应该就是吸着西宫马姨安尼。恁这算讲上过上久厉害啊！了解。时间拢掉吼。我给唔对无差，了解两句迄个起来小过意思就好啊，好不？好来，拍破鼓励来。吟诗作文真趣味。来，今仔日这首吼是一个未出名未成为一个大作家的人写的歌。歌名呢叫做《西瓜》。这是我本人写的。无啦，你讲安尼，唔是。搞啥呢？这个因有一回去采访迄个种西瓜啦。哦。西瓜种伫咧沙坡地嘛。要念歌词进前啊，先考试一下。哦。你知影？啥人知影叫做蔬果？啥人知影？蔬果。蔬果呢？蔬果。对，这都安尼呀。无听过。蔬果什么意思呢？唔知吼。知。就是讲，比如讲，即摆种西瓜的时阵，伊一条田安尼发落来，过来粒西瓜嘛，一开始嘛，伊咪去紧一粒，品质较好，出来较加条。安尼哦，就是所谓养分要有迄粒尾会变较足大粒的。哦。未叫所以就叫做蔬果。啊，所以我伫采访种西瓜了，拄啊伫迄个西瓜田的边啊，写一条歌出来。哦。收赢诶。嘿，收银我嘛，收银啊，收银你念一下无？这足简单的啊。西瓜，圆滚滚的身躯，有青色的外衫，你一定知影，阮有红红的心肝，倒啥物啊？倒恁涂骹，哦，倒伫咧涂骹，是哦。唔惊风，唔惊雨，一日慢慢啊大。等到有一天，当阮甜蜜的心肝献互你，阮就会知影，阮是够水够可爱，阮是够水够可爱，甜蜜的心会陪恁甜蜜一世人。哇，你念哪个要分呢？是袂歹吧？袂10分吧？袂10分吧？好啦，其实这免叫大家念嘛啦，我直接甲唱做歌。哎呦！啊，歌词小可无共款，差2样啦，无啥差啦吼。是哦。啊，来，西瓜来送互大家。滚滚的身躯，青色的外衫，恁一定知影，阮有红红的心肝。好踮涂骹，唔惊风，唔惊雨，一日慢慢啊大。等到有一天。将阮甜蜜的心肝献乎恁，恁就会了解，阮是古水又可爱，甜蜜的心陪恁甜蜜一世人。大家啦，后回请继续是把为山为水为玲珑，谢谢。
速弹。今日我感觉我学了就多，而且呢，我学了这个字，我感觉以后这个字我会派上用场，就是下西下子，我感觉袂歹。